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因来代替产业工会伫2017年的过年有发起依法休假的行动，落尾呢有337个人防记告、防处分。工会转向劳动部申请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兼个防驳回，因全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即马经一审判工会部分胜诉。因为补办资方排班的方式无合理，代替产业工会伫2017年发起固定假日依法休假，伫29年前4天通知资方，伫固定假日依法无出勤，结果事后有337个人互人处分，连带影响到迄年的考绩甲奖金。工会向劳动部提不当劳动行政裁决，互人驳回，所来提行政诉讼救济。经过7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经一审判决，合议庭认为雇主无伫一定的合理期间，事先征求劳工个人的同意，就预先甲劳工排入去休假日应该上班的班表，再个认为劳工无另外请假，安尼就是旷职，无符合劳基法所定的最低标准。专案是还会当上诉。行政法院认为说，我们当时所做的那个依法休假嘛，是等于说是国定假日的休假权要回到劳工本身的同意，等于说个人同意权的部分。然后不该是台铁说的那样，就是你只要是预排班表，或者是你只要是一个惯例，你就必须一直遵守。代替产业工会认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认定，代替是不当劳动。未来代替若是连续假日，拢应该大概调查员工的意愿，袂使搁预设固定假日一定都要出勤，应该爱互固定假日出勤的劳工更较好的待遇。对这个判决，劳动部回应，还未收到通知。宣告而已嘛，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判决书，那我们可能要等收到判决书以后，我们再看判决的那个理由是什么，我们才决定后面要怎么来处理这样。我们是关系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到整个那个收到我们判决的文书之后呢，我们再跟法规单位来做研究。对合议庭的裁决，劳动部应该依照伊的职权，做成比较较合法、适当的救济命令，约束代替依法改正，恢复劳工的权益。代替表示，即马休假排班拢符合劳基法。针对这个案，因为被告是劳动部代替是关系人，会伫收到通知研究后续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清点6堵400个危险的路口，而且中央嘛要补助地方799个路口，要伫9月底完成改善，今年底要全部改善落好势。另外，省道的危险路口9月底嘛要先改善好500个所在，今年底会阁新增加175搭科技执法要抓违规。来看中国时报。台中商业银行的前负责人王桂峰，伊伫任内时涉嫌甲子公司台中银保险经纪公司，用公司的资金去买高级轿车，买私人的飞行机、高级厝，佮用公司的钱带亲戚朋友出国去佚佗，害银行损失11亿。检方甲伊起诉，要求法官判伊15年的有期徒刑，嘛要并科5亿的罚金。来看联合报。国内的房市即马是热扑扑，市草真好。中央银行有公布5大银行伫5月份新增加的厝贷款是超过1000亿，这是创下历史新高。厝贷款的利息2.187%，嘛是15年半的新高。其中5月份的新青安厝贷款占5大银行新的贷款的4成。嘛是和钱有关系，这是民众接要用到的止痛药啊，普拿疼即马要起价啊，对7月份开始要起5%。药师是表示讲，若无一定爱这个牌子，其实找其他共成分的治疗的效果嘛是共款的。目前暂时是在止痛系的部分有在做控货的状况。药师无用伫咧整理会计啊，即马7月中起，连普拿疼止痛药啊也按算伫咧7月要起5%。估计一盒将会起10块到15块，6个已经开始控制会员。因为什么都涨，医疗相关的或药品会涨价也不意外了。从饮料啊到吃的东西来讲的话，都是比较贵，会先买的，对，先放在家里面。普拿疼第一日起，药师也讲，伫这份民众若是有需要止痛药啊，假使若无一定爱大品牌，会当经其他同款有医师氨酚成分的药啊来代替。
供应商给我们告知，预计从7月开始，好，我们的进货价包含到零售价，预计都会调涨5% 左右。下个月涨价是这个普拿疼的部分，它12颗目前的零售价是170块，预计下个月会涨到179块。好，那像在台湾的其他像一样是乙酰胺酚的成分，像这个10颗大概是75块钱左右。药啊起价，电钱也起，药房的营业用电会愈悬。药师真无奈，讲即马包括进货成本在内，营业成本保守估计会增加5%到10%。社区药房甲基层诊所拢是医疗分级的一部分，希望健保署会当提悬调整费用，给因补贴。整个营运的大概有5到10%，周边的一些设备，好一些电费，还有人事的支出，其实这个都是往上升的。健保署建议药师工会全联会会当透过健保会等管道提出因的诉求，健保署会整体考虑，规个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立法院昨昏针对福记案投票，在南北两党合作之下，靠人数优势，以62比51否决福记案无通过。今嘛行政院和民进党团马路已经表态，讲会申请释宪。留意投票表决，唔是这张是宪法的复议案，反而是这张是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的复议案。不过因为南北党团人数有优势，两案拢是62票反对，51票赞成被否决。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将会研究宪法救济。总统府表示，赖总统伫咧收到咨文了，会评估是不是申请释宪。我们寻求宪法上给予行政机关、宪政机关应该有的救济。或许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在国会里面从质询台到被询台的这个距离。总统也会在收到咨文之后，审慎评估是否申请释宪。总统将会依照国家发展以及民主价值来进行全盘审慎考虑。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希望杜英台接受立法院的决议。国民党团总调卜君奇是讲会行使听证调查权，全力监督政府。民进党团的全力反制，在最短时间以内提出释宪。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好比他们自己走上政治的断头台。我们也呼吁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应该要公开的表示接受。人民的纳税钱到底进到谁的荷包？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全力的来查弊。后议案被否决了，依照相关流程，国会即款修法，但总统公告3天了施行生效，民进党就当提释宪，请大法官做暂时处分，和法案暂时无生效，时间是6个月，过了暂时处分就会失效。记者综合报道。福记案无过，发起青鸟行动的民间团体表示，会将民间的意见送去宪法法庭。有法律学者是认为讲，这届国会这款法案修法，嘛牵涉到总统府和监察院的权力，所以这两个单位嘛会当去申请释宪。落西北雨烧热的天气，立法院周边另外团体发起的青鸟行动，支持行政院福记案的民众，希望知影福记案无过，不过也是号码清理，继续踮伫咧现场。拜五立法院表决无通过行政院对国会这款修法的福记案，行政院表示会提出释宪。民间团体讲会就专家学者组成法庭之友，向大法官提供人辩的意见。宪法诉讼法第20条有规定，人民或团体可以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专业意见或资料给宪法法庭参考，这就是所谓的法庭之友。把对于这一次国会滥权法案的意见，透过法庭之友的意见书送进宪法法庭里。法律学者欧惠贤捌因为认为立法程序有问题，内容违宪，发起联署，得到百外的法律界学者参与联署，要求退回法案。伊分析这摆福记案审议流程有按照规定行，若是按照台湾五权分立的概念，这摆修法受影响的，唔那是行政院尔。伊认为监察院、总统府也有权提出释宪。国会调查的部分啊，可能跟这监察院都有关系啊，因为监察院嘛有调查权，啊有可能的刑事的时阵，参与的职权是发生冲突的，所以监察院是有机会会使申请释宪的。啊，但是国情报告就参监察院跟其实无行政院是无关系啊，所以因若去申请的时阵就无适格。宪法法庭有10个大法官，其中有7个大法官的任期到10月31为止。7个大法官需要立法院同意才通上任。
乌普先认为，若准相关部会申请实现的脚步会当较紧咧，按照目前宪法法定摆案的行程，大法官若愿意摆案申请实现了后，上紧有机会通伫2个月左右做出判决。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罗西亚总统普廷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为签署战略谈判协定，也若南韩是虽宣布考虑美国继续援助乌克兰致命性的武器，但过罗西亚的总统普廷虽警告南韩讲这是错误的决定。罗西亚总统普廷最近访问北韩，和领导人金正恩签订全面战略友好协定，内容牵涉共同防御，引起南韩抗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各讲要改变干那提供救济药品等军事物资的做法，考虑援助乌克兰致命武器。And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once again that any direct or indirect assistance or cooperation that enhances North Korea's military capability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multipl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普廷讲，南韩安尼做是重大错误。伊讲，根据罗西亚和北韩签订的协定，军事援助会伫任何一方遭受侵略的时候发生。罗西亚并无请求北韩支援对俄的战争。两国的签订条约是为了防止条新半岛的危机升级。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оговором, который мы подписали, возникает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 планирует, а значит боятся наш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но тогда и мы тоже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вряд ли понравя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Южной Кореи. 另外，美国嘛决定禁止罗西亚企业卡巴斯基试验开发的防毒软体。美国商务部透过一份声明表示讲，经过调查发现，罗西亚政府可能透过卡巴斯基的软体来偷摕佮利用美国电脑的敏感资讯，造成国家安全的风险。那卡巴斯基公司是否认和罗西亚政府有关系？公视新闻两岸编译。国防部公布拜四的时，中国有7架军舰、36架军机和无人机来扰乱咱台湾，而且中国伫今仔日会伫四川发射火箭，有误会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针对中国的威胁，副总统萧美琴昨昏用视讯去参加英国智库的年度会议的时，伊表示，咱台湾会继续加强自我防卫，嘛强调，即马拢是中国咧起无空。国防部公布20侦查到7架次中国军舰，甲36架次的中国军机甲无人机扰乱台湾，其中一半下过海峡中线，去到西北甲西南方的海峡，甚至伫东部外海活动，呈现四面包围台湾的形态。另外，国防部预告，中国日会为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发射的任务。飞行的路线按算会经过咱国 ADIZ， 中国一直用武力来威胁。副总统萧美琴受到邀请，以视讯来参加英国智库的年度会议的时阵，就强调讲，台湾会持续加强防御。As we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our hard-earned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 we are confronted by significant security threats and a set of hybrid operations in the gray zone. And as long as the PRC does not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and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exercise coercion,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lso step up our defenses. 咱若去访问到中国政府认为赖总统的就职演说是咧起诉，萧美琴回应讲，北京才是起无空的迄边，强调和平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咱国真打拼维持现状，不过即马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也未收煞。美国宣布，接来16个月以内。爱国者防空系统甲 NASAMS 哪吒飞弹会优先提供予乌克兰，将原向其他的国家出货。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特别指出，台湾甲以色列的订单未受到影响。爱国者三型或者台湾的天空三型，主要是在重要的城市周边或重要的目标的周边进行这个防护。这个防空系统它比较是中低空，比较能够反制这个无人机。拜登政府2022年年底的时阵，通知国会未予台湾102粒爱沙精挺型飞弹。咱国防部表示，按照因伫2025年甲2026年会分配交会。另外，2023年的代理命特殊会议决定，咱国会编预算采购4个连16个排 NASAMS 系统。不过，美国到今也未宣布这个军售案。记者综合报道。土炭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嘛是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所费的来源。但个即马有国际人权团体和环保团体是讲，咱台湾的民间企业向罗西亚买土炭，咱是第5大客户，等于是咧支持战争，呼吁台湾政府爱关注。
化石燃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嘛，成做罗西亚对外入侵的主要经济来源。即马就民团指出，台湾是全球第5大对罗西亚进口煤炭的国家，认为继续买罗西亚的煤炭等于是支持战争。因认为台湾作为民主而且重视人权的国家，应该要停止进口，要求政府做出管制。希望经济部可以彻查整个台湾企业在购买俄罗斯煤矿的状况，被欧美点名制裁的一个相关俄罗斯企业，也要请经济部彻查我们台湾和这些公司的商业伙伴关系。第3个是请经济部依贸易法第5条，会同相关的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要禁止或是管制俄罗斯煤矿的进口。国际能源甲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指出，台电过去是主要的罗西亚煤炭进口单位，但伊对战争了后停止进口。不过民间企业的买卖，所以也是让台湾整体的罗西亚煤炭进口量成长31%。对战争开始以来，总共累积进口35亿美金。Thai Power were historically the largest buyer of Russian coal. They haven't received any shipments of Russian coal since September 2022. However, Taiwan's imports rose 31% in the most recent 12 months due to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purchasing more coal from Russia. 另外，国际地下组织台湾分会也指出，开采煤炭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危害开采区域附近居民的健康，违背环境人权的价值。因要求台湾政府应该要调查管制企业进口罗西亚煤炭，嘛呼吁企业莫去再买。记者柯川、柯炳在台北报道。咱台湾的新住民加上因生的囡仔，伫咱台湾已经有上百万人。为着要保障这群人的权益，行政院是通过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要扩大适用的对象。技术移民会设专职单位，若新住民会设法定基金。新住民来到台湾，上课学中文，希望更加加入台湾。为了落实保障多元文化，行政议会拟通过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将新住民的定义扩及到各国内台国内外专业人士、技术移民加投资移民，也设立专职单位推动各项工作，估计对上百万人有帮助。不管是司也好，或者是这个署或者下面的这个中心都是我们考虑的对象。那待立法院3读通过之后，我们就会来马上进行专责的单位的推动。行政院版本5大重点，扩大适用对象，设立专职单位，加行政院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法制化，设立新住民发展基金，推动办理新住民家庭各项照顾服务事项。若是有需求，会使向基金来申请补助。权益保障事项具体化，推动生活适应者8大照顾服务的做法。移民团体表达肯定，不过希望各会审议时，能够再强化沟通。多找一点民团啊，或者各社团啊什么，大家来讨论这些问题，怎么样做的这个更好？我觉得将来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公听会来讨论这个事情。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顶礼拜已经初审通过新住民基本法、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不过法案名称、保障对象、专职机构这关键条文无详细，就因行政院版本会送立法院审议，会并案来协商。另外，专职单位的层级是不是达到行政院立级的单位，将今年讲用来讨论。不过，安怎来落实照顾新住民的权益，更加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智能转型是咱国家发展的重点，也毋过现在有人批评讲，即卖农地拢无在种田，拢在种电。昨着环保团体举办论坛，讨论以农为本的绿能发展，希望化解冲突。光电暗场就是都是什么？都是财团体，他不会就养殖角度去想我们要修电。渔民透过影片讲出心声，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以及国内粮食自给率无够悬的问题，土地要用来种植也是种电，成为这几年农渔村内底上常看到的冲突。因为安尼，即马就环团联合举办论坛，因认为即马绿能的发展是以发展经济为主，但若是会当专做以农为本，能源甲粮食其实有同齐发展的可能。买来能源无一定爱放弃粮食的生产。我们会建议说，在文件或者是相关法规审查的时候，要能够确实按场设计的时候是考量到农业生产跟渔业生产。会议顶头来参加的农业部代表讲，伊嘛认同能源甲粮食会当同齐发展这个理想，但目前上大的挑战也是爱甲农村居民沟通讨论共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其实现在在做所谓的一个农村能源自主的部分，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农业部门必须要去做一个主责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它的速度不会快，因为它在于居民的共识的沟通。
另外，地球公民基金会指出，虽然是讨论以农为本的绿能，但台湾其实嘛应该思考伫都市生产能源的可能性，袂当将这个责任完全交予农村来负担。这用电大户都需要绿电，都市用电也很多，所以我们认为最优先的是什么？大企业要负起责任。第二个，都市区地区要负起责任，不能把所有再生能源发展的压力都转嫁到乡村地区。面对粮食安全甲能源转型的相定挑战，环团希望会当建立完善的讨论机制。举办论坛主要就是望过去对立的单位会当互相对话，先减少冲突，才有合作甲落实计划的机会。记者柯山、柯炳在台北报道。英国人台湾会地登乡的时，有7成的墨年花拢是中华花坛种的，也毋过即马种的人愈来愈少。虽讲有推动无同种族，也毋过今年受气候影响，产量有减5成。原本应该是开满满的万年花，但是农民却爱一丛一丛找花瓣。即阵当时花坛万年花第2水采收的尾声，农民表示，今年5月天气温差大，加上黄霜雨落伤粗，造成万年花树无花黄，收成真歹。花大量的时候，伊个时机没问题，啊，毋拄像即马那样无花啊，蛮几年啊。头2礼拜无采花啊，刺尾甲红蜘蛛粉刷的危害足严重。农民表示，原底2架地万年花会当收2000斤，但是今年到整才收500-600斤，目前只会当5万第3水有较侪花通收。花坛农会表示，5月到10月长热的时阵是万年花的收成期，日头辛苦。即阵老农民退休，少年人无愿意做田，愈来愈少人种花。茉莉花伫花坛已经种植面积已经直直减去啊，所以阮就来推广无毒的茉莉花。开始的时阵头4分外地开始试做啦吼，经过这头10年的时间吼，面积已经增加到5公顷咯。中华花坛是台湾万年花上大的产地，是地方真有代表性的产业。过去上兴的时阵，栽种面积有180公顷，主要提供分花地使用，目前剩30公顷左右。农会10年前开始推动友善栽种，无毒的万年花收购价少比一般农法种的加出3倍，望增加农民的收益，提高农民种花意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各地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8度，上悬是37度。今下中部的温度上加是25度，上悬有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是36度。东部的温度26度至35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